据说当年张国荣跳楼自杀的时候，银行卡里边有3亿美金，相当于20亿人民币。这仅仅是他的钱，如果算上他的各种资产物业，我觉得妥妥的50亿人民币是有了。这还是20年前啊！我们去想一想哈，张国荣要名有名，要钱有钱，还长得那么好看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可是他为什么就想不开自杀了呢？很多人说这是抑郁症，对，是抑郁症。那他为什么会得了抑郁症呢？他什么都有了。是因为他内心的力量一点点的被流干了，他有了太多的牵挂，他着相了，他被所有人吸干了他的心力，所以他把自己弄丢了。所以一个人快不快乐，幸不幸福，跟他有没有钱没毛线关系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人真正活着的意义就是2个字：醒来。可是有多少人面对这个大千世界如梦如幻的假世界啊，他把它当真了。所以你把自己弄丢了，你的心上面没有力量了，你醒不来，所以只剩下痛苦会折磨你。梦里百花渐盛开，梦醒再没有存在。